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救主诞生的日子，咱做伙来欢喜庆祝，愿所有的阳光拢归乎真神上帝。而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赏赐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互阮称做有愿望的人。主啊，阮用敬虔的心，伫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求主教阮三合之地，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你的启示，明白你的心意，然后照你的话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要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圣诞节是一个真适合送礼的日子。咱常常会利用圣诞节，也是有一寡特别的日子，赠送一寡礼物，互咱真好的朋友，来表达咱的心意，同时也祝福因。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接受过礼物。也拢捌送过礼物。礼物的意思就是，咱毋免付出代价，白白得到；咱毋免用钱买，毋免用劳力去赚。这才是礼物。我还记得母亲甲母亲细汉的时阵，因知影我的生日伫要到，所以就想要送我一个生日的礼物。但是因无钱嘛吼，所以有一天我回去我的办公室的时阵，我就看到我的桌顶有一张申请书，顶面写申请书，然后写母亲母亲申请的内容是讲要来我申请200块，我就答应叫来讲，母亲母亲，你申请这200块要创啥？结果。伊就老讲，爸爸，你生日到啊，阮两个想要买一个礼物互你，阮两个佫无法度去趁钱，所以我来申请200块。我心内足感动啊！我讲安尼吼，因为这囡仔要表达对我的心意嘛所以我就落底下印200块互因我心中足欢喜的。但是到尾我想想嘛，怪怪。我摕200块互伊，伊摕200块去买物可能佫买无到200块，两个佫欠挂然后佫赠送互我，安尼较输我家己去买就好啊。我想安尼毋对啊，叫第二天申请书佫来我就来两个叫来讲，礼物是毋是爸爸家己出钱买？恁爱家己想办法。叫因两个就去参详无偌久了就送一个红包来红包佫毋是空的内底佫有内容的红包外面写一个兑换券我内底夹一纸我抽第一丢起来捶背10分钟就是讲我若腰酸背痛的时阵，用这张起来换，伊两个来我。对10分钟第二张抽起来洗碗一遍讲伊两个愿意负担家庭的代志。第三张抽起来扫便所一遍我就计啦，我安尼真对因为这礼物真好，这我毋是用钱买的我嘛无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这叫做真正的礼物。所以咱就接到一个真好、真适合咱用的礼物，咱会非常欢喜。所以咱嘛爱了解的讲，要赠送人礼物的时阵要赠送人礼物的时阵，嘛需要真用心去竞选，爱真用心去竞，安尼接到礼物的人才会欢喜嘛。毋信你若。你去问迄个咱的总务
祖母同工吼，逐咱母亲节、父亲节吼，要赠送咱礼物哦，因着真费心啊。因为要送到大家拢满意的吼，是真困难，吼啊，所以竞选礼物吼是非常重要，吼啊，你若要送人礼物吼，爱根据下下牧师同恁分享的4种原则，吼，第一个就是这礼物吼爱有价值，爱有价值，啊，因为礼物是代表咱的心意，有人讲心意较重要，价值无重要。礼轻情意重，但是你若送一个无价值的物件，连你家己都无爱的物件，显然是无诚意嘛。我记得我未来少年进前，我伫教会内底咧服侍，另外我也兼任迄个台南新学院一个宣教中心，也是咱少年所支持的宣教中心，伫遐做主任。有一天我的同工就甲我讲，圣诞节到啊。每一个一级的主管拢爱捐一个礼物互这学生伫庆祝圣诞的时阵会当摸彩。我就讲哇，安尼毋知要送啥物礼物较好，要准备啥物礼物较好。我的这个同工就甲我讲，牧师啊，你凊彩就好啦。你若厝有无爱就摕来互人摸彩就会使啊！遐啥物百货公司赠送的礼物，你就放伫遐互人摸彩就会使啊！我心肝想讲这我都无爱，我搁互人摸彩，人摕到的人一定无欢喜的，所以我一定要拣一项较有价值的。所以送人礼物就是要有价值。第二项就是对人要有路用嘛。因为你若送人礼物，人无路用，这都无意思啊！我有一个朋友一摆摸彩去摸到迄个洗发精，迄个伊无头毛啊！所以伊讲心情拢足歹。我还去摸到这然后对我一点路用也无所以你若看到迄无头毛的朋友你毋通送伊热啊！无就真正废去啊！所以就是爱人有路用，咱送的人接着这礼物开欢喜毋干那有路用即马搁爱安怎？该有好处，对有正面的利益、正面的效果。过去咱有时出国的时阵，较早的时阵，出国的时阵，咱要转来的时阵会经过迄个免税的商店对无？有时就讲咱有一个亲戚会晓食薰，所以咱买一条薰互伊。结果你送薰互人叫因太太无欢喜，都无爱伊食薰你搁送这薰互伊伊讲送酒互伊，都无爱伊啉酒搁送酒互伊。所以即摆的人咧送礼物拢爱选迄个健康的，对人健康有利益的，毋简单有路用，用了后搁对伊的身体有利益、有正面的影响，安尼这是上介好的礼物。最后一项就是这个礼物爱适合人，送礼也需要适合人的礼物。我顶回我拄则有讲，迄个新人伊要摸彩嘛我就想讲爱送一个较有价值的其实我过去有未做牧师进前有买真侪迄内骨带，迄一条换真有价值的，搁真水。我想讲无摕即个内骨带出来互摸彩。我牧师娘比我较巧，伊讲你摕这互摸彩袂使啊。迄身上先有男有女呢，查甫会抽着会当用，查某会抽着就无适用啊。所以送这物件你爱有适合人。到尾你敢知我送啥？我送百货公司的礼券，我家己去买，安尼一定有适合。所以咱知影礼物就是爱有价值、有路用、阁有好处，阁爱适合人。咱咧经礼物的时阵，就是安尼。今日咱咧过圣诞节，圣诞节其实咧讲一个听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咧讲上帝赏赐人一个听的礼物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咱讲上帝真斟酌，为着咱世间人好，因为伊真疼世间人，所以伊将耶稣基督收赐予咱，做一个疼的礼物。有一段圣经吼，这我感觉是圣经中间的上界重要的一句圣经，咱大家一定要将伊背起来。就是约翰3章的16节，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因，予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这句金句，甲咱说明，上帝赏赐咱这个疼的礼物，完全符合牧师拄则所讲好的礼物的4个原则。因为第一项，这个礼物伊的代价非常高，伊价值非常高，是上帝付出极大的代价。才互咱呢？我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上帝甚至将伊的独生子，伊遐尼疼咱疼到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咱，而且为着正人来死，看伊付出偌大的代价。咱有做爸母的拢知，咱囡仔吼小可跋倒、挫伤。咱着心肝疼到要死啊！讲啊，较遐尼无注意，囡仔有啥物重大，咱着心肝着真烦恼。但是上帝遐尼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咱，伊付出遐尼大的代价，牺牲伊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礼物吼，伊的代价非常高。第二，伊有非常好的路用，对人来讲，圣经讲，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大家敢知影，什么叫做灭亡？灭亡是对人上界大的威胁。灭亡，就一切拢无去啊，一切拢无望啊嘛。圣经同咱讲，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灭亡，所以罪的因来灭亡，这件代志咱无法度得撇。但是因为上帝疼，所以伊用特别的方法，用伊的囝的性命为咱牺牲，互咱无至到灭亡，有机会会当得到拯救。伊毋简单。互咱袂灭亡尔，伊阁有一个真好的好处，就是伊互咱得到永远活。咱看见圣经中间，所有看见耶稣来信靠伊、跟对伊的人，生命拢得到改变，拢真侪有愿望的人。所以咱得爱。互耶稣来改变咱的生命，引带咱的方向，咱才有愿望。因为上帝要互咱永远的活命，互咱伫肉体死亡了后，会当得到一个永远的延续，永远活命的延续。所以上帝赏赐咱这个礼物吼，是价值非常高，真有路用。个好处非常好，个适合所有的人。上帝这疼的礼物是有备予所有的人，无论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年，无论你是好野也是丧乡，你是甚物款的阶级，这礼物拢是准备要予咱的。上帝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是上界好、上界水的礼物。虽然每一个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咱来对这个礼物吼，伊的内涵有更加深的认捌，
安尼，咱才会当甲人分享这个礼物。所以，牧师就要用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用耶稣的名来甲大家分享这个礼物的内涵。咱爱知影这礼物的内涵，然后知影安怎去回应这个耶稣所带来的恩典。第一项，耶稣叫啥物名？耶稣叫耶稣嘛，对无？圣经讲，甲伊号名叫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伫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上帝是拯救。所以，上帝囝降生伫即世间，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将人对罪恶的权势甲绝望的中间拯救出来。虽然咱世间人拢无承认咱是罪人嘛讨厌别人讲咱是罪人，但是咱对整个人类社会中间的情况，咱拢确实感觉讲人实在是软弱啦，拢降服伫罪恶的权势下面，被罪恶所控制。所以上帝的囝耶稣基督要降生，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用一种咱无法度理解的方式来救人，因为照旧约的传统，人犯罪，伊安怎？伊为着要赎罪吼，伊要求上帝赦免，伊会带一只羊仔，然后带到祭坛头前，手换这羊仔的头，然后将家己心中所有的罪过，拢想要灌入去这只羊仔身上，然后将羊仔杀死，表示讲伊替咱的罪来死。这只羊仔是无辜的呢，犯罪是咱人，但是因为伊替咱的罪来死，互咱的人得到替赎，这叫做代罪羔羊。代罪羊羔，今日耶稣亲自为着咱罪人来牺牲，钉死伫十字架顶，成做咱的代罪的羊羔。耶稣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咱有罪就爱刑罚嘛。但是上帝阁是疼的上帝，也满足上帝的仁爱。伊疼世间人，所以伊互伊的囝来代替咱的罪。所以耶稣是咱的救主啊！耶稣是咱的救主。咱对这款的恩典爱有第一个回应，就是安怎？就是爱信耶稣嘛，爱悔改信靠耶稣，咱就当得到拯救，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圣经安尼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上帝用这款方式甲咱和好，咱就爱回应。要怎回应？上介简单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悔改信靠耶稣，互耶稣来成做咱的替赎。安尼，咱就当忠心甲上帝搁好。咱知后礼拜咱会举行洗礼，咱本堂有8位兄弟要接受圣灵洗礼甲献信礼，有2位小儿要接受小儿洗礼，阁有1位信仰个别。伫分堂新增分堂嘛有6位大人，5位细囝要接受洗礼。这人因要告别因的信仰，接受耶稣做因生命的救主，这是上界宝贵的。
也是送互因家己上介好的圣诞礼物。在座，若还未信靠耶稣基督，我需要甲恁讲，上帝的礼物已经摆咧伫恁的面前，恁只要愿意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咱就通接受这个真水真水的恩典礼物。第二项，耶稣的名，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的确有在小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咱真实去感受到上帝活点伫咱的中间。因为耶稣基督是代表上帝。咱若看约翰福音书的头前，就是第1章的1节、14节到18节，则分别安尼讲：太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就是耶稣。耶稣成做了肉体，踮伫咱的中间。将来无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怀孕的独生囝，将伊表明出来。伫这段事论中间，伊咧讲，道就是上帝，耶稣成做人，踮伫咱的中间，伊用伊的生命来表明上帝，互咱明白上帝是啥物，上帝安怎疼咱。因为无人看见过上帝，但是咱透过耶稣基督，咱亲目睭就看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咱会当体验到主甲咱同在。所以上帝囝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不但是降生伫迄个马槽内底，伊要降生伫咱的生命中间，要降生伫咱的心里，要互咱去体验到咱甲主同在。所以对安尼，咱有第2项回应，就是咱爱搁较谦卑去体验伊的同在。圣经中间，咱知上帝喜爱甲咱同在，只是咱人常常拒绝，人常常想要家己做主啊。虽然咱差不多家家户户内底，拢有挂一块牌啊，讲基督是我家之主，对无？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拄着困难、拄着代志要处理的时候，拢讲这件代志我做主。袂记是耶稣是咱的主。所以有时咱伤过爱家己做主啦，咱应该爱谦卑落来，亲近上帝，互上帝真正甲咱同在，做咱的主。圣经中间安尼应允讲，伊若求叫我，我就应允伊。伊伫急难中间，我要甲伊同在，我要救伊，互伊尊贵。这是圣经中间上帝的应允呢。咱若愿意谦卑，拄着困难的时阵，求叫上帝，上帝要甲咱同在，要互咱尊贵。咱爱家己知影家己的软弱，时刻愿意亲近上帝，倚靠上帝，上帝就甲咱同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诞节毋单单是一张圣诞卡片。这圣诞树，甲一寡宗教活动尔。今年圣诞节，互咱搁一遍来思考，上帝囝敢已经诞生伫你的生命中间，咱来搁较谦卑去体验耶稣基督甲咱同在，也指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最后，咱咧称呼耶稣的时阵，咱通常会将基督甲伊连做伙，称耶稣做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伊的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这两个意思是相共。伊原文的意思是受抹油的。伫旧约中间，受抹油的有2种意思，一种就是受权，第2种就是差遣。
所以弥赛亚就是讲基督，就是上帝所授权、佮差遣的迄个使者。一般来讲，犹太人你若要做王的，就要有祭司去互你抹油，抹油了，它代表你是上帝所授权佮差遣的人，是上帝的奴仆。伫犹太人的历史中间，因面临着真侪患难困苦，互因产生一种对弥赛亚的愿望。因期待有一个对上帝所授权差派的王来拯救因，互因脱离迄个外邦的统治。所以因心中足渴慕，迄个弥赛亚赶紧降临。所以甚至到落尾，弥赛亚会通解说做救世主，就是救因脱离迄个受捆绑、无自由的情况。所以当咱将耶稣甲基督连做伙的时阵，意思是讲，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一种信仰告别，就是咱承认耶稣就是咱生命中间的救世主。对安尼，咱爱有一种回应，咱已经领受耶稣基督，才做咱拯救者的，咱爱有一个回应，就是爱将耶稣基督宣传出去，互世间人得到福气。咱既然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差派来，要互世间人得到永远活稳定的迄一位，安尼，咱就爱将伊分享出去。所以，咱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拢有一个使命，就是爱将这个上介好的礼物分享出去，互世间人因为认捌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今日咱对耶稣基督三个称呼，咱来三个回应，就是耶稣基督是咱的拯救者，咱来悔改信靠伊就得救。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甲咱同在的上帝。咱就爱搁较谦卑，甲伊体验，甲伊同在。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要拯救所有信靠伊的人。所以咱应该爱分享这款的信息，互更较侪人得到福气。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亲自透过你的话对阮讲话，求主帮助阮，会当伫即个圣诞的节期分享福音，拯救更较侪灵魂。愿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